每天早上那颗看似普通的鸡蛋，其实可能正在默默折磨着我们的肠胃。我行医40多年，见过太多阿公阿妈一辈子都离不开一颗蛋。有人说蛋有营养，所以天天吃；有人说蛋会生胆固醇，所以不敢碰。其实啊，蛋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吃。吃对了是补身，吃错了反而是负担。就像一台老机器，你给它加对了油，它就能继续跑；加错了，再好的机器也会坏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关于鸡蛋最常见的3个错误。第一个是吃半熟的溏心蛋移位，这样比较营养。第二个是把昨天吃不完的蛋放冰箱，隔天用微波炉热一热就吃。第三个是早上起床空腹就吃蛋，觉得这样最方便。这3种吃法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但长期下来对我们的肝脏、肾脏、肠胃都可能造成负担，尤其是年纪越大，身体代谢越慢，更要小心。接下来我会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清楚，为什么不能这样吃，又该怎么吃才对。希望大家听完之后，能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家里的长辈，让健康成为全家人的习惯。请让我知道您是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下您的评论，并提出您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佳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输入数字0。健康这件事要靠自己，也要靠彼此提醒。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到大都是自己照顾自己，很少会主动去问医生查资料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资讯方便，我们更应该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帮我按个订阅，也分享给您身边的长辈朋友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安心，活得健康。有时候一句提醒可能就救了一个人，就像我常说的，养生即养心，身体照顾好了，心情自然也会好。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每一天都过得更有品质，更有价值。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是全家人的事。让我们一起从每一餐、每一颗蛋开始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也照顾我们爱的人。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主角是我的老病人陈伯伯。陈伯伯今年75岁，住在台北士林。他退休之后，生活非常规律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运动，饮食也很清淡，不吃油炸，不喝酒，自认为是最养生的生活方式。他特别喜欢吃鸡蛋，觉得蛋白质含量高，又便宜又方便，所以每天早上固定吃1颗水煮蛋，有时候午餐也会再吃1颗茶叶蛋。他觉得这样最健康、最补身。但去年他来做例行健康检查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肝指数、GOT、GPT 都升高了，而且尿酸也偏高。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喝酒，吃什么特别的东西，他说没有啊，就是每天1颗蛋而已。我仔细问了他的饮食习惯，发现他不止每天吃蛋，还常常空腹吃，而且有时候会把前一天吃剩的蛋放冰箱，隔天用微波炉热一热就吃。我跟他说，陈伯伯不是鸡蛋不好，是您吃得太勤太单一，而且方式不对。您的身体就像一台老机器，再好的原料进得太快太多，机器也会过热过劳。后来我建议他调整饮食顺序，也减少蛋的频率，改成2天吃1颗，而且不要空腹吃。3个月后他再回来检查，肝指数就恢复正常了。他跟我说，医生原来再好的东西也要懂得节制。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。养生不是拼命吃，而是懂得怎么吃。我们的身体就像开了几10年的老机器，
年轻的时候怎么操都没事，但年纪大了，每一个零件都在慢慢磨损。肝脏就像一座化工厂妇，则分解、合成、解毒；肾脏就像过滤器，负责把废物排出去。这两个器官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清洁工。可是随着年纪增长，他们的工作效率会越来越慢，就像一台老机器，产能下降，速度变慢。如果还是给它塞一堆原料，它就会过热当机。鸡蛋是高蛋白食物，蛋白质进到身体里，需要肝脏分解成氨基酸，再由肾脏过滤，排出多余的含氮废物。如果我们每天吃太多蛋，或是吃的方式不对，肝脏跟肾脏就会一直加班，没有休息的时间。就像工厂的机器，如果24小时不停运转，再好的机器也会坏。更何况我们的身体已经用了几十年了，所以年纪越大，越要让身体有喘口气的机会。不是说不能吃蛋，而是要懂得节制，懂得怎么吃。吃对了时间，吃对了方式，营养才能真正被吸收，身体才不会受伤。这就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第一个观念：养生不是拼命补，而是让身体有休息的空间。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吃半熟的溏心蛋。很多人喜欢吃溏心蛋，觉得蛋黄流出来，口感特别滑顺，而且看起来好像比较新鲜，比较营养。但其实这种吃法对年纪大的人来说风险很高。鸡蛋的蛋壳上常常带有一种叫做沙门氏菌的细菌，如果鸡蛋没有煮熟，细菌就可能还活在蛋黄里面。年轻人吃了可能只是拉个肚子，但对于我们这些老人家来说，免疫力本来就比较弱，一旦感染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肠胃炎，甚至脱水住院。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半熟蛋，而是要分清楚哪种蛋可以生食。现在市面上有所谓的可生食级鸡蛋，这种蛋从养殖、清洗到包装都有经过严格的检验，细菌含量很低，才能半熟吃。但一般的鸡蛋，尤其是市场买的散装蛋，就一定要煮到全熟。什么叫全熟？就是蛋黄完全凝固，不会流出来，这样才安全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全熟的蛋口感比较浅，不好吃，但我们可以用蒸的方式，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，蛋黄会比较湿润，又不会太浅。或者可以加一点酱油、麻油，味道也会好很多。健康跟美味其实可以兼顾，只要方法对了，我们一样能享受每一颗蛋的美好。第二个常见的错误是吃隔夜蛋，而且用微波炉加热。许多长辈从小养成节省的习惯，吃不完的东西舍不得丢，就放进冰箱，隔天再吃。这种精神很好，但对于鸡蛋来说就要特别小心。鸡蛋煮熟之后，如果在室温下放太久，细菌就会开始繁殖。即使放进冰箱，冰箱只能延缓细菌生长，并不能完全阻止。尤其是蛋壳剥掉之后，蛋白质直接暴露在空气中，更容易变质。很多人会问，那我用微波炉热一下，不就可以杀菌了吗？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微波炉加热的原理是让食物内部的水分子快速振动产生热量，这种加热方式并不均匀，有些地方很烫，有些地方还是冷的，细菌不一定能被完全杀死。而且微波炉加热会让蛋白质快速变性、硬化，变得很难消化。尤其是我们年纪大了，肠胃蠕动本来就比较慢，吃了这一种硬化的蛋白质，很容易胀气、消化不良。您是不是有时候吃完隔夜菜，会觉得肚子闷闷的、胀胀的？那就是身体在发出信号，告诉您这个东西不好消化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天煮，当天吃完。如果真的吃不完，要放冰箱，隔天要吃的时候，不要用微波炉，改用隔水蒸，或是用电锅加热。
这样加热比较温和，蛋白质不会变得太硬，肠胃也比较好吸收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剥壳的蛋最好不要放超过24小时。如果已经超过了，就不要勉强吃，宁可丢掉，也不要让身体受罪。健康是用钱买不到的，省小钱反而可能花大钱。第3个常见的错误是早上起床就空腹吃蛋。很多长辈早上赶时间，或是习惯简单吃，就只喝1杯豆浆配1颗蛋，觉得这样最方便。但其实这样吃不但浪费营养，还会让肝脏更累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车子，蛋白质是高级的机油，但车子要动，首先需要的是汽油，也就是碳水化合物。如果您一早起来，肚子是空的，这时候直接吃蛋，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源，就会把蛋白质当成能量来烧，而不是用来修补组织、合成营养。这样一来，蛋的营养就浪费了，而且肝脏还要额外工作，把蛋白质转换成能量，反而增加负担。正确的吃法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早上起床先喝1杯温开水，让肠胃醒过来，然后先吃一点碳水化合物，像是稀饭、全麦、馒头、地瓜或是一片吐司，等10到15分钟，让血糖稍微上升之后再吃鸡蛋，这样身体就有足够的能量来代谢蛋白质，蛋的营养才能真正被吸收，用在对的地方，就像车子加对了油，才能跑得顺，跑得远。我知道很多人会说，医生啊，我早上真的没时间，哪有办法这样慢慢吃？其实只要稍微调整一下顺序，多花5分钟，就能让您的身体吸收得更好，健康得更久。养生不是要您大费周章，而是懂得顺应身体的节奏，这样吸收才正到位。很多人听说过豆浆不能配鸡蛋吃，说是会影响营养吸收，这个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。豆浆里面含有一种叫做胰蛋白酶抑制剂的成分，如果豆浆没有煮熟，这种成分就会影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。所以如果您喝的是生豆浆或是没有煮滚的豆浆，那确实不适合配蛋一起吃。但如果豆浆已经煮滚了，这种抑制剂就会被破坏掉，这时候豆浆跟鸡蛋一起吃，不但没有问题，反而是很完美的搭配。豆浆提供植物性蛋白，鸡蛋提供动物性蛋白，两者互补，营养更均衡。问题是，很多人用豆浆机打完豆浆，看到豆浆热热的，就以为已经煮好了。其实豆浆机只是把豆子磨碎，加热到一定温度而已，不一定有煮到滚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豆浆机打完之后，一定要再倒进锅子里，用小火煮滚5分钟，看到表面冒大泡泡，那才是真正煮熟了。这样您就可以安心的配着鸡蛋一起吃，不用担心营养流失。知识让我们更自在的享受美食，不是什么都不能吃，而是懂得怎么吃才对，这就是养生的智慧。很多人怕胆固醇，所以吃鸡蛋的时候只吃蛋白，把蛋黄丢掉，甚至有些人一看到蛋黄就觉得是坏东西，完全不敢碰。但我要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。首先，我们体内的胆固醇其实大部分都是肝脏自己制造的，从食物摄取的只占一小部分，而且身体有自己的调节机制。如果您吃进比较多胆固醇，肝脏就会减少制造；如果吃得少，肝脏就会多做一点。所以适量吃蛋黄并不会让您的胆固醇飙高。更重要的是，蛋黄里面有一种叫做卵磷脂的营养素。卵磷脂就像血管的清道夫，它可以帮助分解、运送胆固醇，防止胆固醇堆积在血管壁上。
换句话说，蛋黄不但不会伤害血管，反而能保护血管。除了卵磷脂，蛋黄还富含维生素 A、D、E、K， 这些都是脂溶性维生素，对我们的眼睛、骨头、皮肤、免疫力都非常重要。尤其是维生素 D， 很多老人家都缺乏，而蛋黄正是很好的来源。还有蛋黄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，是保护眼睛黄斑部的重要营养素，可以预防老年性黄斑部病变。您想想看，我们年纪大了，眼睛本来就容易退化，如果连这么好的营养都不吃，不是很可惜吗？我常跟病人说，丢掉蛋黄就像丢掉最精华的一半人生。蛋白虽然也有营养，但蛋黄才是精华所在。当然，如果您真的有高血脂的问题，或是医生特别交代要限制胆固醇摄取，那就要听医生的话。但对于一般健康的老人家来说，一天吃1颗全蛋，包括蛋黄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反而对身体有益。不要因为误会而错过了营养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。关于吃鸡蛋，有3个最重要的原则：第一，别太多；第二，别太快；第三，别太久。别太多，就是不要天天吃，餐餐吃，适量就好。一般建议健康的老人家2天吃1颗蛋，或是1天1颗，但不要超过，让身体有休息的时间。别太快，就是不要空腹吃，要先给身体一点碳水化合物垫底，这样蛋白质才能被好好利用，不会浪费，也不会增加肝脏负担。别太久，就是不要吃隔夜蛋，尤其是放超过24小时，或是用微波炉加热的蛋，当天煮，当天吃完才是最安心的。当然，如果您有肾脏病、胆囊切除或是高血脂的问题，吃蛋之前最好先问过您的医生，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，需要的营养也不同。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说的黄金蛋白盘，早上吃1颗全蛋，中午吃鱼，晚上吃豆腐。这样一来，蛋白质来源多样化，营养均衡，身体负担也不会太重。养生这件事，不是要您牺牲享受，也不是要您花大钱买补品。养生就是懂得吃，懂得动，懂得休息。从每一餐、每1颗蛋开始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每天吃得安心，活得长久，活得有品质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帮我分享给您的家人、朋友，让健康成为全家人的习惯。我们一起努力，让每一天都过得更好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